珠海市中心呢個屋苑5分鐘車程可以到大橋珠海口岸，半個鐘到香港大嶼山。我哋去睇下。咁呢度咧就係我哋屋苑嘅大門口噶啦，非常之闊落嘅吓。咁樓下咧就係我哋自帶嘅商業街區啦，非常之方便，有 7-Eleven 啦。咁周邊3公里咧有2個商場噶，一個係十字門嘅華發商都同埋南亭嘅華發商都，對面就係我哋嘅灣仔小學同埋灣仔中學。咁揸車10分鐘可以到我哋2個醫院，中州區第2人民醫院同埋中西醫結合醫院嚟噶。咁我哋輕軌灣仔站咧就喺隔籬噶咋，好方便吓。咁我哋去睇下小區嘅園林啊。咁我哋大門口入嚟咧就係我哋迎賓嘅水簾服務啦，後邊就係我哋屋苑嘅會所，會所入邊咧有我哋嘅無邊際嘅泳池同燒烤 BBQ、桑拿房同埋瑜伽室、健身房都有噶。咁你睇下我哋嘅屋苑嘅園林非常之 OK 吓。咁我哋屋苑嘅總佔地面積咧係3.48萬吓，總建築面積係19.3萬。總戶數咧係1252戶噶，總車位咧又係13222噶。咁我哋隨住鏡頭去睇下我哋嘅戶型啦。企喺95個方嘅3房用台咧，眼前就係電影《後宮甄嬛》即時感啦，成個澳門半島全部睇晒。咁呢套係95個方嘅3房用衛戶型，相當於香港嘅1000尺豪宅。首期只需40萬就可以攞低，全屋精裝交付，都係一線品牌家私家電，標誌型嘅廚房相當闊落下，全屋色調都係看翻港風設計嘅，2個衛生間都做咗乾濕分離，主人房同戶陽台都係一樣睇澳門景觀噶。呢個戶型啱晒一家度假自住。咁我總結下呢個樓盤。總共有3個優點嘅，第一就係返香港真係非常之方便噶，第二陽台嘅景觀都唔錯噶，第三樓盤嘅品質都非常之唔錯嘅。不過都有2個缺點嘅，第一就係近南灣路，多少都有啲噪音，第二就係周邊嘅學區麻麻地。好啦，今期呢度就介紹完啦。中意呢輯視頻嘅朋友可以點讚關注或者 PM 我要樓盤嘅詳細資料。